嚟到期會決算嘅時間啦，今日嘉賓請嚟 ATFX 亞太區首席分析師林永添嘅 Martin， 你好。咁啊，今日我哋又要先講下呢一個關稅嘅變化影響係點先啦嚇。咁啊，市場都係睇實㗎啦。就美國個法院對於關稅個裁決之後咧，究竟後續係點？咁啊，特朗普當然有新招啦，都係市場預期之內㗎啦。又威脅要上調個稅率啊咁。咁啊，連呢個盟友日本都有啲微言嘅咁。嗱，而家集中討論嘅咧，即係除咗話嚟緊嗰個關稅嘅變化之外啦，亦都關乎於究竟嗰個退稅嘅安排到底仲有冇啦？係咪短期內可以執行得到啊？但係好多嘅變數，好多未定案嘅不確定性嘅。咁但係始終少咗關稅收入咧，嚟緊會唔會影響到美國嗰個經濟情況咧？甚至乎而家其實聯儲局都似乎係冇一個定案嘅喎，因為儲局官員都認為，若果特朗普有替代措施咧，繼續收關稅咧，局方嗰個預測就冇需要作太大嘅改變嘅。但係上個星期我哋都睇到兩個重要數據啦 ，PCE 同埋個 GDP 出到嚟，個 PCE 又高過預期啦，個 GDP 又差嘅咁。咁嚟緊究竟關稅嗰個後續嘅影響啦，對即係經濟啦，以至個息口嘅影響，你覺得係點評估咧？係，咁其實最主要問題就係話，而家市場關注點咧就係嗰個關稅點樣退稅問題啦。咁確實，如果喺而家個進度裏邊，我諗都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先至可能再去處理有關退稅嘅問題。咁但係正式就係話，會唔會真係退稅咧？我相信美國政府就未必會考慮退稅呢樣嘢嘅，因為主要嚟講咧，佢主靠呢個收入啦，第一件事。第二就係話以一個威嚇嘅形式咧，去對一啲不平等嘅國家啦，或者對傷害咗即係美國嗰個市場嘅一啲經濟體啦，咁甚至乎就係想俾啲下馬威喺其他嘅國家等佢睇。咁所以我諗，就算判斷咗而家嗰個關稅係違憲之後咧，咁但係呢個後續要點樣處理，或者會唔會退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好漫長嘅時間。所以1年半載可能都未必會處理好。咁第二就係話有關嘅關稅其實已經落咗袋㗎啦。咁但係會唔會點去應用咧？因為喺之前咧所講嘅關稅咧就唔係擺落去庫房嘅，咁基本上都係喺一啲經濟上嘅運作啊咁樣。咁所以喺呢啲個矛盾點裏邊咧，其實都好多程序要處理。咁最終發展係點咧？真係要睇住時間嘅見證。咁但係亦都可以咁講。如果已經判咗呢個有關關稅已經係一個違憲嘅話咧，其實嚟緊後續嘅方法咧，基本上可能係根據咧就係301法案貿易嘅條款啦，去收翻有啲一啲海外關稅。咁但係你話呢個後續嘅影響會唔會好似之前咁巨大咧？相信睇落而家暫時唔會，因為就算而家特朗普都係講緊15%，冇之前咁誇張去到3位數字咁樣。咁所以我諗而家嚟講咧，嗰個後續咧都係要睇下後續點樣去處理，甚至乎揾翻一啲法律嘅條文啊，或者係有關嘅法案點樣配合去301咧，去收翻有關嘅關稅。咁但係呢個關稅咧，我諗今年裏邊咧都係沒完沒了㗎啦。甚至乎要睇下就係話呢個中期大選之後咧，究竟會唔會再重新啟動咧一啲新嘅關稅政策，而影響咧就係話有關即係國際嘅貿易同埋市場嘅變化。咁對於美金嚟講咧，少咗呢個咁嘅關稅嘅收入，可能亦都係少咗嘅。不過亦都可以咁講，資金流向方面咧係有一定嘅影響。甚至乎而家可能市場上邊或者投資市場上邊都舒咗一口氣之後咧，咁亦都會覺得咧美金方面亦都唔需要有太大量嘅資金流入或者購買佢哋嘅資產，咁所以變相咧可能對於美金方面咧係會有個偏弱嘅情況嘅。睇翻近期個走勢咧，去到最近咧都係98呢個位置啦，99都去唔到之後咧就回落。咁加上就係話而家市場亦都預期咧美國聯儲局方面咧有機會咧喺7月裏邊咧係減息嘅機會好高嘅。咁所以如果喺呢段時間開始去計算嘅話咧，我相信嚟緊嗰個美國嗰個經濟優勢啦、關稅嘅政策令到個資金流入啦，以至就係話減息呢個嘅因素裏邊咧，都係影響住美金咧有機會再回翻落去咧96啊，至到甚至乎95美元呢啲位置。即係可能都要試翻上個月底即係96.2左右呢啲水平，甚至更低啦嚇。係咁啊，呢個就即係要繼續睇嗰個關稅嘅即係變化係點啦。咁但係今日我哋喺股市上面見到有啲關稅受惠股啦。咁喺匯市上邊有冇關稅受惠嘅貨幣咧？加拿大會唔會其中就係受惠者嚟咧？嗱，雖然話就有呢個美墨加協議啦，但係大家都知即係加拿大一直都係被美國針對啦。而早排特朗普甚至話即係考慮退出呢一個美墨加協議啦嚇。咁加拿大啦嚟緊係咪真係可以把握到今次呢一個即係籌碼嚇，去同美國去談判咧？甚至其實加拿大本身有冇一個議價能力咧？你無論退稅好或者油價嘅因素都好啦，點樣分析嚟緊加拿大指嗰個走勢咧？確實嚟講
講咧，就係話今次個關稅已經出現咗一個變化情況之下咧，對於加拿大個經濟咧，可能出口方面咧特別有利。甚至我哋成日講緊咧，就話加拿大以美國一啲零部件啊，或者一啲機械產品嚟輸送嘅話咧，其實都係減少咗好多壓力㗎啦。咁變相咧，亦都可能咧就會令到咧一啲資金去翻加拿大投資啊，甚至乎咧對於加拿大嘅經濟咧都有翻啲起色嘅。咁所以呢個短暫嘅信號嚟講咧，都係對於加元係有利嘅。咁再加上咧近排嗰個美伊戰爭事件啦，大家都對於嗰個油價方面都睇翻好少少啦。油價有上升嘅情況之下咧，都係支持咗加元嘅。咁但係整體而言咧，睇翻咧近呢一年裏邊咧，其實加拿大嗰個經濟咧受住呢個關稅政策啊、一啲政治政策啊、中美之間嘅關係嘅影響咧，其實都係受到好大嘅一啲影響㗎啦。睇到嘅經濟方面啦，以至係成個經濟嘅發展啦、通脹啊各方面咧，都係令到佢有啲壓力喺度嘅。咁加上就係話而家嗰個財政政策，以至就係嗰個利率政策方面咧，都未必有一個叫做減息嘅空間啦。咁所以咧，我諗而家去睇翻嘅加元嚟講咧，其實都未必有一個太大嘅上升潛力。咁最重要嚟講咧，我諗而家咧都係睇住嗰個美元嘅走弱嘅情況之下去再提升啦。另外就係話第二季，我相信個油價咧可能會進一步有輕微嘅回落嘅情況之下咧，令到個加元咧受制於喺1.3至到1.34區嘅。咁所以我諗如果要睇好加元嘅話咧，都要睇翻可能1.37啊呢啲位置，以至到1.38呢啲位置，先至可以有對佢有一個反彈嘅作用。好1.35就係即係早排2月份做咗2隻腳出嚟啦嚇，短期都係一個阻力嚟嘅。咁但係始終油價近期都好受到個地緣局勢即係緊張所支撐住啦。雖然即係最新又有啲偏軟翻啦，但係你而家睇美伊嗰個局勢咧，其實個不確定性都仲係好大啦。美國係咪出兵又暫時都未有進展，一直都係即係口頭上叫做警告下咁樣打開口牌咁。油價暫時又叫做橫行住先，未有方向去等緊美伊個局勢發展。嚟緊星期4就第3輪美伊嘅談判啦。究竟個局勢發展會係點咧？對個油價，就算真係再緊張啦，個油價個上升空間又有幾大咧？我相信如果係整體而家嗰個油價發展咧，去到65至接近66呢個美金嘅水平啦，咁嚟緊嘅上升空間咧，其實都要留意住一啲技術位，就係之前嘅68以至係70呢個位置。呢個70嘅位置係一個大關嚟嘅，係8月嘅時候咧衝上去嘅時候咧就急速回落嘅。咁所以我諗70呢個關口咧係最重要嘅一個因素裏邊，咁但係你要睇到呢個70美金嗰個變化或者會突破嘅話咧，一定要留意住就係美伊嗰個局勢究竟會唔會出現一個比較明顯嘅惡化。但係睇而家嘅情況裏邊咧，就係話美伊係仍然有一個談判嘅，暫時都未到擦槍走火啊呢啲咁嘅緊張局勢氣氛。咁所以就算派兵都好啦，可能只係一個叫做即係一個周邊嘅一啲影響，咁令到個市場係感覺嘅有啲憂慮。咁但係如果一日繼續有一個談判嘅路向嘅話咧，我相信嗰個美伊嘅局勢咧，亦都未必會有一個進一步升溫，從而咧就係話嗰個油價咧都會限制咗68至到70美金呢個位置嘅。但係即係就算美伊局勢叫平靜咗落嚟啦，其實美國都會喺另一邊想再有其他嘅一啲令局勢升溫嘅動作啦。咁個油價你哋睇即係今年嗰個波動嘅區間係幾多度？暫時嚟講咧，我哋相信咧，因為而家始終第一季咧，對於原油嘅需求啦方面咧係仍然會有個持續嘅增長。咁所以我諗如果去到70呢啲位置咧，暫時係一個短線嘅一個障礙區。但係你話如果有關突破嘅話咧，可能留意翻係73至到75美金呢啲位置。咁但係如果喺整體個局勢以至就係話而家個經濟仍然受住一啲不明朗嘅因素啦嘅影響嘅話咧，有機會試翻咧就去到60啊，甚至乎56呢啲美金嘅水平。所以波動係會比較大嘅。咁亦都要取決於咧就係話嚟緊嗰個原油嘅需求方面，以至係嗰個 OPEC 嘅產量係點樣咧，再去配合啦。咁所以我諗暫時嚟講咧，好難定斷係邊個時間咧會有一個重要嘅波動因素。但係如果個幅度嚟計咧，擴大嚟睇咧，真係由56至到75蚊美金咧，都可以係一個今年裏邊嘅波幅度。咁但係最主要嚟講咧，如果可能個油價去到70以上嘅情況之下咧，可能會聽到一啲增產啊，即係增加產量啊，或者就係話油價係受到一啲通脹壓力影響咧，而去做出一啲調整。但係最關鍵嘅影響就係話，究竟全球以至特別係美聯儲方面幾時減息？
因為一日如果仍然係企喺而家嗰個目前高利率水平嘅話咧，我諗就係話個經濟都受到影響嘅同時咧，嗰個油價呢個需求咧亦都會受到影響，所以都會限制咗佢一定嘅上升空間嘅。好嗱，個油價就繼續預料都係比較大嘅波動啦。咁究竟即係金屬價格係咪都一樣都係波動咁大咧？咁啊特別貴金屬同基本金屬其實上個禮拜五都一齊做好啦，今日翻嚟都仍然係全線做好啦嚇。繼續以金同銀係做得即係相對好啲啦。究竟而家市場對於無論關稅啊、地緣政治嘅不確定性啊，個戒心係咪仍然都大？所以嗰個避險嘅情緒仍然都高咧。除咗地緣政治啦，同埋一啲貨幣政策嘅一啲取態咧，其實都令到嗰個金價咧有一個上行嘅空間。咁以至咧就係話而家去美元化嗰個聲音咧，亦都開始逐步浮現啦。咁變相咧，其實如果可能喺今年裏邊咧，仍然係對於金價方面啊，甚至銀價方面咧有一定嘅需求。咁但係亦都要留意啦，因為如果喺近排裏邊都見到啦，金價銀價嘅價格波動嘅情況之下咧，期貨合約咧係出現咗一啲叫做調升咗合約嘅嗰個百分比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個亦都係會有阻礙住咧嗰個金價嘅上升發展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分開兩個層次去睇嘅話，第一就喺政治啊以及貨幣政策方面咧，確實喺全球嘅央行以至投資者咧都有嗰個對金價嘅一定嘅需求喺裏邊。咁所以我諗暫時嚟講咧，睇翻之前咧係過去4800、4700呢啲位置咧，都見到一個鞏固區，然之後反彈翻上嚟。咁第二就係話地緣政治方面咧，我相信今年咧暫時嚟講咧都係叫沒完沒了㗎啦。咁所以喺地緣政治方面嘅因素裏邊咧，都會刺激個金價波動。咁所以投資者亦都喺一個去美元化之下啦，以至央行咧都做緊一個去美元化嘅情況之下咧，都會令到個金價咧有機會上望咧更加高嘅水平，可能去到5400至到5600呢啲水平嘅，暫時作為一個初步目標。好。咁呢個即係情況會唔會喺下半年先會出現，定好快都會破到頂？其實都隨時會發生嘅，但係真係要睇住咧，就係話地緣政治嘅局勢啦，以至咧我哋睇到成個經濟裏邊令到嗰個減息嘅情況會唔會出現一啲比較急劇性嘅波動？因為譬如可能今段時間裏邊，我哋睇到 GDP 美國 GDP 啊，以至 PCE 方面嘅通脹數字咧，都唔係做得太好。咁再加上美國嘅就業情況咧，都開始有一個叫做回落嘅情況啦。咁所以喺呢啲嘅情況之下，如果我哋提前咗預估美國方面可能會美聯儲方面會有一個加快減息嘅步伐咧，可能令個金價咧會提前上升嘅。